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。人家已经高铁咧，当多人都开始上班咧，学生诶也开学嘅。今日节目嘅第一个报道，就要带去认识一群好读书嘅青年咧。苗栗县南庄乡嘅蓬莱国小系个全校只有79名学生诶嘅迷你小学。不过，也间学校嘅读书风气，是比其他都市地度太监嘅小学还较深。平均每个青年呢，一整日都会去图书馆借9本书来读。也因为好读书，也为个青年呢，每日都做着写当好嘅文章，从头参加当多嘅征文比赛，得到好成绩。人哋都伫读书嘅好处有当多，不过做起来并唔简单。做嘛嘅一间深度嘅小学，做得本青年呢，按好读书咧。记者詹淑云、老冯燕山就带人去认识一群好读书嘅青年呢。近排到东主协群世界，丰雷国小的图书馆就渐能力来加速万数嘅学生啊。那这本不是对2本呢？唔是太严重人，了不嘅成年呢都当好群书。6年生嘅建筑师郎5年生嘅王台比都动家来图书馆加书。老师喜欢来图书馆吗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好多书，很好看。你喜欢看书吗？喜欢。喜欢看什么书？小说。小说多久来一次图书馆？2、3天。丰雷国小规则学校长79届学生啊，差唔多大概人都好看书。校内图书风气当好，从上学期平均大概10篇书，大整日提早借9本书来读就知咧。一次借几本？2本。2本哦。嗯。一次都借2本哦。嗯。那你多久会看完？2天。像那条书啊，像那正然后当接看有冇看到按用印，记得拿书要按用笔，按用拿，叫用拿叫嚟以后吼，尤其係精装书本，像那有硬纸板的精装书本，当我就要脱脱。这位家属嘅人当多数同家本人无法睇，也系大唔见睇。不过学校是点嘅唔会采疑，还系同分养学生儿来家属，而且对唔会认为按用人来罚学生儿。新书落嚟要马上上架，马上从本身人嚟加，多鼓励比较加啦。反正喺讲书法睇咯，做障碍就障，喺讲做唔嚟障碍，根本冇办法的呀。达到使用的目的哦，出后嚟啦。位在苗栗南庄的丰雷国小，早伫7年前就推动学生的看书，培养成年人主动看书的习惯。丰雷国小高中起立案讲，儿童能力就像日记所需，就嚟了红能力、勤采马杀都做得轻松打开地区的宝库。先不易的养成好读书啊，一天戏谱很难啊，了，一天那个互动小朋友书跌脱啦。也係講樹爛脱啦，但就只有都報面講，唔會做救記嘅，做清講是唔會看書，天啦，先本佢喜歡讀書。豐雷國小教務注重來戶分明強調，現代教育冇應該適合本學生嘅陪同學習，還來培養成人嘅主動學習嘅能力。只要按用人還把佢哋遇到乜嘅困難，就會有能力主動解決問題。閱讀吼，真係第一步，係講佢很歡喜、很樂意啊，自己主動閱讀的話，真係給出神功一般嚟啦。你講我旁人按壓迫哈、逼迫按，可能真係他冇辦法啦，因為剛剛嘅東西，他難變到內化變成自己的東西。為了培養學生嘅主動看書嘅習慣，豐雷國小嘅高中老先生美俊兼容了動態嘅心思。也講創造力，其實唔做必然嘅，冇去抗拒啊。
作当了日本动就从日就动某强弱的作业本，就是丰类国小学生嘅汉字加作业，每种拍拍嘅画图纸行爱写爱画读书心得，对学生嘅来讲唔係一件简单嘅事情，不过實係一張冇限制嘅學習。那像你们寒假作业啊，或什么都会，老师都叫你做读书心得吗？会。怎么做？就绘本做，然后去比赛。煮饭那个，安尼拍摄的那个图画纸本集啊，所以安尼，你看，伊安尼没有做到封面设计啊，下后下快开始慢慢的带啦。冇想到嗬，那年老婆來寫日記，竟然未做到培養觀察、讀書、留作本嘅能力。像咧呢，記得全部之間我都會去比較哦，看馬上寫下好啊，所以你啊，真人對佢哋作文呢度咩有幫助啦。唔單唱鼓勵學生嘅讀書，咪訓練佢哋嘅作文。豐類國小嘅學生嘅大概文筆都同好，也今年佢哋從頭參加國內嘅專文比賽，都有同好嘅成績。The water level kept rising. Soon it was high enough for the crow to drink. Her planned hard work. 少人2年參加文社院文教基金會讀書心得專文比賽，得到體育、老師等嘅舞台比，係一屆自己主動好讀書嘅成員呢。And what is the meaning? 烏鴉很渴，它把石頭丟到水瓶裡，讓水平線越來越高，結果它就喝到了。So her plan had worked. Her plan had worked 什麼意思？他成功了。大比嘅阿妹係菲律賓人，啲屋卡佢老阿妹講話，從頭係中文、老人英文，所以佢嘅英文程度比普通嘅小朋友強。它一定不好吃，很酸的是嗎？國語有個成語叫什麼？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。對啦，它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每天都會念英文。念2個什麼2則。哦，念2則。都誰教你？媽媽。媽媽。爸爸也會來考試嗎？有時候。大比嘅教會當然都會培養大比強下看書、關心佢嘅功課。雖然冇卡到有種故事，有見人民小轉見係到無限。不過大比嘅阿爸講，就算嗰下無限，咪要拿出時間陪成人嘅讀書。正常有限嘅時候會陪佢讀書嗎？我會喺咪看課外書啦，個檢查功課啦，陪佢讀書會減慢陪佢時間多啦。當然，我也希望他，讀書很好啊，這樣子。因為我希望這樣子，他這開始而已，以後他會變更好啊。邊開兩本盤嘅資料夾，地圖邊嘅都係台比嘅獎場。台比嘅giáo會講，雖然佢哋冇特別要求每日天才愛拿到乜嘅成績，不過每日嘅表現日出本佢哋有動驕傲。老師好，同學好，好，隨便講一講就好了。我睇見。強壯因為每日嘅表現，知道當公眾嘅還有建築師嘅阿妹。2年生嘅教師日出世就踩到多重障礙，唔但常被朋友掃住責氣，還有弱視、小兒症，還有情緒萎縮。從細媽媽就帶人幾多表演接受治療、復健、開刀夾帶。每個生病的孩子都需要妥善的治療。每個生病的孩子都需要妥善的治療。不過身體嘅障礙唔會主動了解細阿妹想愛學習嘅想法，雖然冇做老師都唔方便，不過佢還係當好看書。去年參加文社院文教基金會嘅讀書心得專文比賽，還得到甲等。很深哦，對啊。他這一隻是食指，他這個手就做3次了手術啊。可是我發現就是說做下來哈，那個效果沒有很好。專數網數據講，若是冇法度做動作嘅動作，仲係顯著就比一般人辛苦。
就是阿妹讲，就是从小就唔输人，从头一班人用5分钟就做得好嘅事情，佢就算爱花是点钟嘅时间，咪坚持爱自家做。从小真的很难带，很难带，就是常常生病啊。他常常吃药。对，他常常吃药，就是反正可能1年到头都大概吃药的时间比较多吧。就是自细身体唔好，看医生对佢来讲就像行走下强弱。成人刀片是本阿妹当时治，还想过系个冇俩只成人唔治就几好。不过俩下若是颠倒行为，妈妈最太嘅精神寄托。他有时候会跟我讲说：“妈妈，你放心，以后我长大，他会照顾我。”就像我现在这样照顾他一样，我觉得有他这句话就够了。讲到若是妈妈都唔盼得，其实希望若是康健快乐，其他嘅唔敢多想。不过若是冇因为身体冇理片主动表示，颠倒佢对自家嘅要求动过都办红从头靠头命。我很不舍，就是说。他是那么的坚强，那么的勇敢，他都能够做得这么好，那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要比他更坚强？总是系讲下课全部若是老台北都会听听自家嘅阿妹，老阿妹强下看书，未做入咧好看书嘅好习惯。成人呢嘅看书习惯其实是要也爱指点。我们小熊班即将要演戏。好戏开锣。风雷国小辐射如此让地图当地改做日出爱玲老宣传模范美嘅戏，也系成人呢通过爱玲记故事之后自家改编嘅戏。小三，听说你被矮人欺负我，因为他有很强的法术，好可怕。编完故事以后呢，我们班上经常做的一个活动就是戏剧肢体的开发，所以有了戏这个点子出来以后，孩子就会去提议谁分工谁演什么戏。家人表演也系讲故事、讨论画图嘅方式，前行教学都系为了写小朋友来读书。今天这本故事呢，叫做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。有一只蚊子叫做痒痒，它专门呢喜欢呢把别人呢盯上以后呢，就让它变成会喷火的东西。基本年先生的口通行讲了一则后伯来嘅喷火龙嘅故事，少人大人小朋友强下讨论画图，好记得思考让万人改变自家伯来世界嘅心情。你画的东西是什么？画的是有一个人，他很生气，然后他就闭嘴，他就不要讲话。可是万一今天如果不讲话，那他要怎么样跟别人讲话？又怎么样跟别人沟通？用手。用手是不是？用手来比。用手来比是不是？那如果说他今天他要吃饭，他怎么比？从小如果能够帮助他培养一些一辈子可以带着走的能力，就像阅读能力，他就可以从阅读能力里面去吸收书本上的一些专业的知识，甚至变成是一种以后将来独立跟谋生的技巧。那这个技巧呢，就会帮助他将来比别人更好，甚至摆脱这个弱势。为在苗栗南种山那别个嘅风雷国小，学生儿大体系随下操老客家族群，文化触嘅比杜飞嘅学生儿少。看书为了到山度嘅成员呢，打开了日山重门，并丰富了佢哋嘅生活。风雷国小图书馆地图嘅书，以比长头本成人嘅假期款，当为装垃圾、装废铁，甚至系唔见铁。不过学校知道一点都冇关系，因为只有成人嘅好读书，一切都出得嚟。早啲几年前，风雷国小就开始推动学生嘅读书，以下当道嘅书都系温习内容。假使也倾听学校嘅做法，欢迎唔送书去学校鼓励其他度，也系也做得老布卡地图嘅口述拣出来。做得老风雷国小嘅教务主任赖武芬联络，本也群连演3度嘅成人呢，
托限卡高的数来打开视野。那我还要提醒做人要爱嘅人，假使也希望人嘅生意呢好读书，自家要有读书嘅好习惯，韩国一天爱花时间留生意呢向下读书哦。来自中国的客家人，因为家乡经过危险的污水沟，来到台湾亚的土地，因为希望呢出头天的，一部台湾人民的历史，客家先人的故事。3月初3日是2086安布头10点，客家电视农村上映。上到节目现场，今日人到嘅铁路顺利内列，继续爱行到后山嘅华东铁路。讲到台湾铁路，一般人较熟悉嘅都系西埔纵贯线，当到开垦嘅故事也都系注重啲西埔铁路。其实华东线铁路开发嘅时间也相当早，1909年就从花莲开始起嘅，1917年完成到永利嘅一段。啲北回老南回铁路还冇有做好以前，做得讲系轻油铁石，展现出老西埔铁路完全冇同样嘅风情。接下来记者车家连老陈志南就要带你去山嘅南外一片，感受华东铁路之谜。天发提拔嘅华东中国，一直系台湾最新奇嘅乐土。它离평롱山边嘅采入火车，到自然嘅中原嘅地度，完全攞西部铁路建设冇碰撞，就像係一部天然嘅水彩画，直接连接嘅土地浪人嘅情感。润属东埔中国最重要嘅交通华东铁路。从花莲茶条出发，轨路向南经过了寿丰、凤林、广福、玉里、富里两条大茶条。每个其中，在花莲人境内包含了海口、南平、万荣、东竹两几条小茶条，是时候客家特点慢慢的欣赏。因为除了做茶条嘅人文风情，轨路当看唔睇嘅天然面向，客家本人强度先进，完全纯粹到天地之间。东线铁路系嚟当桥，走到日本时代1909年，出对花莲港开始走。台治6年，未出系1917年，已经通车到玉里。该时节因为头车行忙就被危险，南方未望南非铁路，所以自己加度改接停停。火车停停嘅时候，冇应该是叉头。也系离花莲茶头23.9公里，为在树峰向界海口茶头，蓝蓝宽宽嘅月台，凤两界后茶厅，实在系本人都难想象，也确实客气住着，当然有3辆普通车，古田或天界火茶头。差唔多凤体界海口州府站，虽然冷清故事，不过看也错1979年起，比铁路客家高2站2万站峰。除了站峰係繞所住東埔火車條路起，通過買票堂，行出去過後，直接客家推派贊助呢度熱推草車嘅設計，未受係機，啲花東鐵路車條最冇橋容嘅特色。通過熱推交費過後，繼續等於南內北方嘅政府，兩位係萬榮茶條，而家是共建東好，要東埔9風為好嘅素材。
决定至94年13个时节，这个孙头因天生灵验，快发动发炭，包含了学高、天然染、独立两味。茶条孙头就加千个人大力量，本晚中只为蔬菜的转润，个人运量维持在东冲的这段时间。这个站的设立目标就是转运林田山林场的快木，它的全盛时期是在1960年代，大概这边的居民也都将近2000人以上，几环这个学校也好，电影院也好，居民整个的一个带动地方的繁荣也好，都是不可跟今日同日而已啦。老半世纪前嘅河港境内比，两下嘅万荣茶头变做了一张，是由站中之人、副站中2人、站副人染3人嘅3等式茶头。虽然冇闹热嘅人群，不过2前嘅老街路、老小贩，每本万荣都嚟一份繁华过后嘅美感。来到万荣火车头，有只东升前嘅事情，只听到大家讲。街头嘅全台湾嘅火车头，差唔多都係一架係向，一架係進。不過咧，也起來為所係萬榮火車頭，不過佢確實算鳳林進。做埋埋呢，因為咧鐵路經過嘅為所，肯係算鳳林，不過原本萬榮嘅人做得方便，所以哋咧設入火車頭。因為鐵路經過嘅鐵路為所，萬榮車頭冇啲萬榮，變做嚟車頭嘅鐵皮經過。台南鐵路順條嘅推舉線向南行，喺經過水尾、牛地、桂片嘅平lon過後，就來到嚟啲花蓮茶頭南方90.9公里，屬於南圍站客家鄉富里嘅火茶頭、東竹茶頭。橋龍係站中，攞站副站從橋六個人，上係3點站嘅動作。因為貨運也不萎縮，兩下當年買票嘅數目是有4000個元幣啊，完全係2000個茶頭。不過看那茶頭面前也貴派 QQ 嘅老街路，上下該時節只為順頭出身做個東多嘅東竹茶頭，美食東風新高。台九線芒通噶，一個有竹田、信興、羅山、崙田、古鳳，一按到10村莊。全部伫咧出入啦，就靠了鐵路嘅交通來做生意了啦。學生嘅讀書裡面靠了鐵路嘅車頭來做學歷嘅上去讀書嘅。鐵路以發動中古繼續向前行，讓南片時讓每天的變化。尤其來到嚟推動然之後，從車上到海端、關山，一直到路上、山里推動嚟到茶頭，為咗建設有老花蓮冇乜強壯。不過冇改變嘅係，對路行過嘅天老好吧，對鐵路感覺見來見正咧。鐵路行業推動，經過嚟有名嘅面向區上過後，兩批出到嚟強壯本田保衛嘅回端茶頭。離花蓮178公里，或中東山脈，就會在南方公路東埔出口，回端一直係離州嘅重要專家為首。我認為東埔鐵路研發嘅工廠，老民國92年幫設，兩下回端茶頭為這個熱推老展風出現了這團體力，半年下做茶嘅時間66個毛利片，不過茶頭嘅設計係有幾設計嘅特色。我哋海選嚟回端鄉，係只點睛當正嘅社會所，啊了哋茶頭，然後全部東片嘅茶頭上到差唔多，不過我係認真看到，佢係木檔。
系了破浪形骸，系了其他嘅叉条用冇埋強壯，看起來哈那特別，哈那正。除了波浪形嘅負擔火叉頭，海帶咪係全推動人面積體態嘅象徵。不過唔減海實按秒數海帶，其實係捕弄出你本身保護嘅意思反而過來。咪認為安樣就有兩隻安正嘅海義名啊！海帶嘅總南方，到了聽眾出山後面嘅客家社區關山，茶條面前很多嘅全部都係關山米嘅看板。在關山火車頭嘅熱台，行過來摸到50公尺嘅位數，那啲起嘅位數，你搶嘅收嘅做嘅，行個汪汪嘅出門，都係跳擺正經嘅落火車頭。你哋日本時代留下來，到你一下。是空空，變到本人參觀，攞啲料係啲叉條，你叉條係前條前，條擺係當鬧嘢嘅街路，一下咪變到點點冇乜嘅嘢呢。路叉條面前嘅中山路，條擺係全面40嘅鬧嘢街路。不過，喺民國69年，新嘅叉條駛走過後，該世界嘅好公園未處聽嚟冇咧。而出嚟亞洲東埔有名嘅火車頭過後，接下來第一會才推動避難鄉，屬於阿妹出鋪落嘅三里火車頭，又係南外語中鐵路嘅父親。是香河火車東一嘅時候天然之間，龍龍公嘅用人工嘅散步時過去。兩位係三里叉條附近最大嘅特點，尤其係鐵路線頭長樹又長化嘅天，攞人風嘅高山景色，係東路鐵路面最好欣賞嘅素材。你認為安樣？嗰個橋很特別，第三里火車頭加起嚟鋼筋腿，本人下來欣賞。為才山區嘅三里火車頭，只為南南北兩隻車頭離開動感，所以除咗攞其他嘅小車頭強弱，等於上下車嘅影響冇意識界。不過因為發動單線鐵路嘅關係，三里車頭嘅選材其實係主動創造嘅非常之易。我們這邊有山谷道哈，就是為了要交匯列車。因為我們這邊是單線嘛，因為我們這邊沒有設這個站的話，就路也直接到台東的話就13多公里哦，就距離太長，然後那個火車的那個效率就比較低，所以有設這個站就是要交匯列車，提高效率。中國嘅河山河水，全世界有名。講嘅風景之外，還出山河美。不過，呢兩條大自然呈現嘅世界，自屏中、天順4個嘅採入火車，到重重嘅單線鐵路，係咪每本台灣變到很安靜咧？台灣嘅環島鐵路行要當道嘅路段並無天氣化，花東線就係其中嘅一段。摩托嚟頭拿當行嘅高壓天線，一大片田野中間，一列火車嚟慢慢駛過去，更加做得表現出花東中國嘅好山好水，一隻畫面也仲係一直很人當然唔記得。下擺駕駛去花蓮到台東啲無限流料嘅同時，做陣順等鐵軌路，詳細來看看一道親有感覺嘅花東線火車高鐵路，也係一大享受嚟。好，
加配一个要紧啊，其他不用，翕到要紧啦，啊你弄遐水，我那么丑就给他照了。哦，我本来伫台塑三峡厂，啊结婚过才冇做诶。啊，都讲都俺老公改行啊，都给你改行啊。摸俺老台前人卖啊，看你做生意不错啊，那个时候时机很好，懂后，看你来卖就猛了卖啊，我的卖还可以啦。要吗？看看啊。哪条搞拢2点人都好。龙面不会较强，所以龙面呢吹较强。像油面咩5、6点人去啊，该用时吹都较无安强。20块。挂菜不？挂菜要买。挂菜要好啊？那个高丽菜。高线，泡较强的菜哦，就去烤。松白的盐它缝片。这片松白的盐。嘿，还没有摘几遍哦，做得松。卖出无讲清楚。材料啊？哦，要较好啦，不卡较无聊啊，落去安都研学啊。问下平常差不多11点都出诶。阿祖就拄爬山，无拄水毛，当日底下都当快乐啊，无嘛该哪些嘢乖乖安尼都好咧。书房一只茶笔眼，係咪會吃到當獎咧？詳細來看一下，茶筆眼面向嘅圖樣就係透過羅阿婆嘅皮蛋布、發布。發布也竟然成為客家當重要嘅意象之一，也從頭本拿來做當道嘅商品，讓藝術創作。基本人就叫人介紹一下用發布來創業嘅細妹人羅曲燕。羅曲燕唔係客家人，香港佢親鬧嘅事就係縫紉，就係親中意縫紉嘅發布，甚至係成立了一間工作室。開發出20人做嘅發布商品，今日至最後嘅時節，一整日就是做出60萬元嘅生意。做乜嘅家嘅發布產品會按數歡迎咧？佢成功創業嘅背後，又有幾多大家所唔知嘅辛苦咧？來看記者受委員劉范權份嘅採訪報道。这边有镜子，嗨，前面的镜子被挡住了。对，你适合桃红色。还是要穿这种的颜色，来秀一下。哎呀，老师好可愛，好看。幾大年嘅縫紉，高貴嘅牡丹，一兩年全部都歸好老師嘅縫紉發布。而喺羅橋兒對南台灣嚟到台北打天下嘅什麼嘢？明年睇法拉比波嘅發布世界歷歷傳，喺25年來嘅成法。
小时候我一直不喜欢红色，我从小到大没有喜欢红色。韩式多胎拢唔好紅色，沙屯紅色發布歸如燕。高雄整修工程花工頭變一倍，做嘅工作沙起財富。人色冇色，唔顧沙歸有設計嘅想法。24歲幾年喺高雄市政府上班，有閒嘅時節就到中山大學進修企業管理課程，聽年後3年向下學天咯。嗰時佢就發現，網絡科技係未來嘅發展，睇到咩詞題大家歸全天嘅聽級工作，但係簡單嘅保護嘅已經人類到台北，總算考到天路工程師。天路工程師也係一個幾豐盛嘅行頭，比起提供時有位 Jessica 也嘅英文名，冇想到冇多5年嘅時間，就決定要上揾條路嘅。而家腦筋就從天路培養有朝無停嘅嘗試，到為1天嘅時間就會上揾線呢。而佢是利用重要嘅時間做手工熊包，還有手機吊飾，拿到博物館去寄賣，給天勇敢嘅衝入去。我一開始呢會電話行銷，就打電話進去，請問他願不願意呢看我的東西？如果願意呢，我願意親自跑一趟哈，就是拿我的這些手機吊飾去讓他看看。航空派嘅魚用規格嘅水庫增加業務範圍，台灣西半部嘅博物館、美術館，差唔多攏係一個寄賣點。整理好嘅時節，甚至做啲創下。一個蔬菜一整年9萬元嘅業績。有安尼嘅成績係20萬來嘅，因為羅橋人特別攏過認真。從係一個細細嘅熊包，特別用嘅熊粉美而講究，而閒當當對台北走到中華路港去買，就係提賣熊粉嘅時節，本路布店嘅紅花布上到位。遠遠看，真紅花布紅紅的。那時候我不知道紅花布了哈，只是覺得那布紅紅的，好像很漂亮，所以我就把錢領出來，然後留了600塊，就是回台北，身上留600塊，然後就把這2個老布裝2批紅花布全部買回來。做乜嘅安排下一條花布嘅，一共幾樣事設計咩唔清楚，唔顧佢後看數嘅意，上到小說家總愛玲用重量布做旗袍。嗰時二處感覺花布嘅拿嚟做旗袍係最適合嘅，就拿嚟做旗袍好嘅。唔過冇想到有嘅時節問題又來嘅。我那時候我不會縫，不會車，不會打板。後來呢，我就找到一個就是很傳統的做旗袍的老師傅，我就跑去跟他學旗袍，然後就從拿針，然後學會拿針。踩車子，而且用腳踩，因為阿伯不會電動車。本但咩學做啥呢？當然就會比平年還較辛苦。因為早晨4點就會放起來學卡子，我到2-3年就做為第一輛台灣衫，做衫褲做出心得嚟。佢就買點嘅想法，就越來越可聽。好 ，OK。它這一塊是意大利布，不太像我們客家花布。不是客家花布。從入邊開始買熊包，還有手機吊飾，入嚟紅花布商品還會減入來。其實羅橋人入場嘅時間，都好喺民國92年，紅花布商品還前起台灣市場開發嘅時節。昆準上機準批太大嘅做，退款60萬元，準批本傳統嘅老花布，喺台灣本土重新打打。花布係傳統嘅，商品批色尚係貴太大嘅，從喺100年唔敢做嘅，羅橋人攞上來吃困難。比中國沒有辦法，我搭批統一起立半邊嘅土海，希望就係規定9分嘅五父母，
上个以下的出本消费者接触，还用的归从的时间。遇到年纪比较大的阿嬷，她会嗤之以鼻哦，她会说：“吼、啊，这保安基金闹嘿，还有这查你奶奶摕来做安尼，做遮侪物件，哩哩扣扣安尼，迄是上加情啊。”喺百货公司在临时开业期间，每日拢会有人来竞下。七家人唔支持，外国人等到喺贵选上，第一档红花帽就喺本德国人买走嘅。这样的商品还蛮有特色的，好，因为一般来讲，古布台湾红花古布，其实在台湾来讲，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阿嬷的那个年代。对，那但是 Jessica 她把这样的一个商品，传统商品，它赋予它一个设计化。赋予它现代的一个质感。我的围裙第一个顾客也是外国人，他是日本人。可是这个日本的小姐呢，非常的可爱，她给我买了12件。用3日过后，罗秋英开始有基本的认识，比到从旧经济成立。2006年的春天，伊出票下也给委托新竹府口路街的店面。古天年礼拜5、拜6还有拜日营业，也没去第一间试营店。很舒服了，很舒服哈。对，你做的很手法好。谢谢。带了情感，到条牙一带起来吼，跟客家米又做出来，又按酱，就实用啊，够那么诶，运通啊。虽然讲起条价，唔过买嘅事情拢会做，从起产品嘅设计、制作到行销，全部拢系罗秋英自家来。唔过虽然生意渐来渐好，罗秋英咩位都唔掉嘅。以上东东白做内通分析时，有 SOP 标准专业常识。故所以，移出前面服装设计师来打样，设计咩好打扮。过程嘅工厂开模裁剪，将商品插做架嘅，有标准制作流程嘅部分。减少制作嘅时间，就增加商品嘅产量。而设计就系负责最后嘅品管，提升商品嘅品质。一个人达标，罗秋英除系会健爱，还会有一个最清楚嘅头脑。而佢哋运用嘅利用时间，从起送货嘅路况，提供独到红灯，而出为冲海做补口嘅。这也是我跌破所有人的眼镜，就是。唔咩客家人發有客家社會嘅權欠展示，像係漢族哋用嘅帆布布節咧，羅秋英一天唔會接客，而會拿來做洗錢包。雖然講日嘅洗錢包係用布節嚟做嘅，還係做唔得清彩。我一定要用日本的銅拉鏈，我覺得很有質感。就其實它很貴啦，一般的人啊就會覺得比較捨不得用，可是我一定要指定是日本的銅拉鏈。羅秋英不是講設計係關於就嘅你，商品每一個製作嘅環節，亦都會要求做到最好。所以唔會發現而做嘅衫褲、夾條嘅素材係完全看唔到線嘅。穿起來它才會鼓起來。對，但是好像有時候它的距離有一點怪異。這一件還好，這2件就留給你。我這一次是沒有貼那個。我就是沒有幫你 remark 起來啦，沒有貼標籤，那你就幫我稍微看一下在哪裡。也限制係基本功，係那困難嘅長途，因為希望做到發文左右完全對稱。我一直很要求，就是我的裁剪師啊，要在裁剪的部分呢，一定要拜託，就是幫我把這一個對花的部分對好，因為只要在裁剪的部分，它一對好的話呢，接下來呢，就是車工的部分，它就比較依理了。對花的話。首先就是很浪費布，
因为它的花纹就是不是说就是很密，不是说很混乱，就是很整齐的花纹。我们每一片都要对得很精准的话，就是要蛮费布的。但是这样子出来的东西就跟别人不一样了。产品行向多样化，能做得上来，还拿到嘅年效。一下唔但唱係牡丹花、泰梨花，還做得看到客家油桐花。甚至以係用小樽煙嘅方式，將風花煙體馬克鼻孔，還有100多年開發嘅太太細細花布列頂，還那睇客家波浪皮過後，變做賣到貴貨嘅商品。全部都有，都見從初幾十年60萬人嘅營業額。35歲能創業做頭家娘，可能對一般人來講太慢到位。唔過貴校文學，每款8噸將軍兩頭好嘅路橋見底，年紀做嘅本地增加自卑，一啲用嚟將唔好嘅變好嘅，還將好多嘅東西發揮到最好。每一個時代會有每一個時代的英雄。其實我懂網絡，我在這個業界工作過，然後呢，我現在又懂得工藝，更懂得文化財。睇復古風貴時行嘅兩下，風花布商品，其實已經本人看到會美嘅。唔過羅橋人曉得經營，曉得文化財重現嘅價值，而將美意嘅貼片開發嘅商品，全部都行向精品化。而講風花布嘅時代，且對無因為新嘅時代就結束，而點下嘅風花人已經係一個新時代大化結局。羅橋人嘅花布商品唔係講只有用花布來做東西，而係愛行精品嘅路線，強調設計勞動優嘅工來提升價值。以下佢係按算愛打入國際市場，用佢本身嘅電腦專業，用名錄留家嘅花布商品賣到全世界。佢相信只要係好嘅東西，一定會受到大家嘅注意。下一個禮拜一就會從3月份開始，客家新聞雜誌將會推出研業內列報道。台灣中研超過60年，不過今年中研就係行業歷史嘅。中研留客家人有乜嘅關係咧？然後就要帶人去走訪台灣幾隻重要嘅鹽田，深入分析台灣嘅鹽業史，請準時來收看。今日嘅節目就做到這邊，希望大家安住世，再會。